由青鄉市委員會帶領籌辦，至今咧已經踏入第12年。我亦都知道今年嘅參賽隊伍咧總共有30隊，佢哋都係嚟自全港唔同嘅灣頭嘅明星好手。透過呢啲賽事，由我哋嘅新界人嘅情誼能夠得以維繫，為青鄉嘅獨有魅力亦都得以彰顯。今年6月30號將會迎嚟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5週年呢一個重要日子。我特別欣賞大會喺今日嘅賽事咧係加持咗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5週年會，亦都有專題嘅展板同埋活動嘅攤位，向我哋嘅市民大眾宣揚國安意識。在場所有嘅建議，今日咧我哋睇到咧就係佢哋嗰種團結嘅精神、力量，就好似我哋香港嘅話，迎難而上，個個咧同心合力，好似爬龍船咁攞冠軍。